人讲寒甲要死的上好莫出门，但是你无出门，哪会当看到雪咧？这个现场南投合欢山武岭，透早是零下6.3度，哦，你看大家耍甲真欢喜，衫着穿较厚的就好啊嘛，手路啊来甲炸的，吼，啊着去啊耍这个雪，有的用这个做有的带狗啊来，搁有人啊带这个太太、带女朋友啊来这个山顶看雪，搁抓鸡卵糕来帮伊庆祝生日啊。 穿短裙的阿妹仔来到山顶看雪，为着翕真水的相片，穿这前9月10尾，安尼就唔惊冷啊！里面有加绒，我脚现在真的不太会冷。这是南投合欢山武岭风景区，今日透早6点多，武岭气温来到零下6度3，水汽饱足，开始落雪，天光到溜啊回温到零下3度，为群众到武岭拢正做金白色的世界。我们可以看到呢，现在已经有明显的积雪的情况了。这个上武岭亭的楼梯呢，都有大片的积雪。民众准备好塑胶帽仔来做招财猫仔、酷气함鸭造型的雪球，个人带高水茶肯，同齐来遮看雪。主人唔拿滴茶肯造型的帽仔，嘛甲狗仔穿甲真少。状况都还好，因为开比较慢，所以就不会有问题。民众头一摆来看雪，翁婿个准备草鱼、鸡卵糕来甲太太庆祝生日。谢谢老公带我上来赏雪，然后过生日。好浪漫！我第一次看雪。趟回武岭路，隔一沿白白霜，都要先倒好训练，会较安全。这第2次装，刚刚在住的那个地方有先试装过一次。山顶拢伫咧塞车，交通拍夹，若讲着水景过车。台中武岭农场半暝的气温降到零下1度，当一暝互灯花园出现冰条，就亲像水晶这么水。为了预防浇灌系统的一个结冰，好，所以预开了打开浇灌系统，遇到低温，所以又形成我们现在画面所看到的一个冰柱的一个现况。日时日头出来，互冰条豆豆仔扬起，伫咧园区嘛闻得到黄色蓝玫瑰的花香味。关山地区的特殊美景，请真侪游客来到这欣赏水景。Hello， 我是蒋欣梅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